文化新眼界，咱来去南投县定古迹国姓乡的准美桥，经过天灾地变，为着要永续保存，文化局即马含国家地动中心，也个海洋大学，伊是用科技监测分析技术，要来监控准美桥水文的现况，而且呢，阁要提出整体的维护计划。溪水一直冲蚀，包桥墩的铁片已经生鏽，河边倒换有明显侵蚀的现象。南投县国姓乡的准美桥行建完工到即马84年，是县定3级古迹。经过真侪年的风台地动影响，虽然是全台湾3个准美桥内底保存上完整的一个，不过敢有法度一直真好，也是互当地民众真烦恼。3级古迹呢，担心当然会担心啊，系啊，很重要，因为我们以前。有印象就有那一座桥了。国姓乡准美桥伫北港溪顶是日治时期用准美红藤石灰这传统材料做的半圆石桥。南投县政府伫今年圣期前，甲国家地动中心、台湾海洋大学合作，引进科技监控，那对桥体外形精确扫描，彻底解析桥体材料配比，测量桥墩深度，还有对规个北港溪的流量水位冲刷力做电脑的模拟。国家地震中心呢会执行3种不同先进的技术的量测。那在海洋大学这边呢，我们负责的是在各种不同的流量跟水位的这种威胁下，它可能会在糯米桥周边所造成的一个河水的流况。南投县文化局表示，引进科技监测的目的是采用各界的模拟验证计算，评估桥梁的安全甲稳定，再由今年圣期实际流量的数据配合中央河川整理计划，来达到保存古迹的目标。第一点，我们就针对这个河川整治的部分，由中央这边来协助。第二个部分就是护潭工跟它的一个基座的部分，由县政府这边来整合各方的意见，来做一个执行的动作啦。县政府讲，整体评估报告一定明年3月公开，也希望中央会当经费到支援，让古迹准美桥永续保存，佫会当带动周边观光经济。记者综合报道。